朝天落花，永远就是满主恩招来的救恩，耶稣，我今救你，咱搁较慢的一摆。我最沉重，应该沉沦。救主提示，打开恩门，门主宣召来的救恩，耶稣，我今救你，救你。来，这么听，你来做家。咱过来看另外一首，这是水泪洗洗礼的时候，刚刚那一首我们要唱的歌。再来是圣餐，358。我今来依主你面前，恭敬的心谦卑，我当来徛主你面前呗。来，我当来徛主你面前，恭敬谦卑，爱修行的他里边灵，按你来笑脸，你来第一再课一摆来。我当来徛主你面前，恭敬谦心谦卑，爱修行的他里边灵，按你来笑脸你，搁一摆来。我当来徛主你面前，恭敬谦心谦卑，爱修行的他里边灵，按你来笑脸你。这是圣餐的时，圣餐的时候我们要吟唱的最后一首歌。我宁愿有耶稣。来，在咱的一生的中间，咱来定伫咧反省，到底我心内，上帝伫我的心内，他的地位有多高？来，我宁愿有耶稣，无爱金银，愿小耶稣的喜乐满心，我宁愿有耶稣，无爱主体，伊的心就我无你来翻译。也过做过农，虽将官大过，就受罪恶所苦所。我的
稣赢过一切名利地位，凡事。搁一摆好无？咱来开始。我灵我有耶稣，我有耶稣，无爱紧，较紧一块来。宁愿小耶稣的喜乐满心，我宁愿有耶稣无爱主题，也伊的成就看我无来赢过罪困难。虽将关大过，又受罪恶所苦索。我宁愿有耶稣生于世上，荣华富贵身亡。我们一起来祷告。父上帝，我们谢谢你。我们现在要奉耶稣基督的名，把现在这个时间，把现在这个地点，以及坐在这里的每一个人，让所有的都成为你手中的宝贝。奉耶稣基督的名，圣化这一个地方，成为圣所。圣化我们当中每一个人，成为上帝国里面的神圣的子民。愿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得着我们，让我们看破所有的过去，世界在我们背后，上帝的荣耀在我们的前头。我们就把一切的荣耀归给你，上帝啊！阮这个是要奉你的囝耶稣基督的名伫遮聚会，愿你的神充满阮，互这个会堂充满你的阳光，充满你的疼。嘛，充满这种微微的声，在微小的声音当中，在呼召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咱请咱闭板心，来开始今天的聚会。弟兄姐妹，大家平安。诗篇23篇，相信大家都非常非常的熟悉。现在我们请大家起立，一起来唱这首《耶和华是我牧者》。耶和华是我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使我躺卧青草地，在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灵魂苏醒，引我走正义路。我虽过死荫幽谷，也必不怕遭害。在我敌人面前，为我摆设筵席。你拥有到我的头，使我腹背满溢。一生一世有恩惠，有慈爱跟随我。我要住在你殿中，直到永永远远。从头。耶和华是我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使我躺卧青草地，在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灵魂苏醒，引我走正义路。我虽过死荫幽谷，也必不怕遭害。嘿嘿呦，嘿嘿呦，主你与我同在。你的杖和你的竿，时时都安慰我。嘿嘿呦，嘿嘿呦，有慈爱跟随我。我要住在你殿中，直到永永远远。嘿嘿呦，嘿嘿呦，主你与我同在。
你的杖和你的竿，时时都安慰我。嘿嘿呦，嘿嘿呦，用慈爱跟随我。我要住在你殿中，直到永永远远。我要住在你殿中，直到永永远远。我要住在你殿中，直到永永远远。小鸟水，芳蝶水，上帝恩典上界水。即阵我要请你用恁上界热情的声音，甲你出面隔壁讲：上帝讲你上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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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帝讲大家真正水。上水的人，咱做阵来唱这首《你上水》。轻轻行过青草地，来到小溪边，小鸟芳蝶拢在学落伊。人是非常自由自在，讲天白上自爱，偏偏欺负임是歌手，回应伊的爱，人比鸟鸟搁较珍贵。上帝讲你上水，何必为着小事烦恼？定定想袂开，有准备上莫搁对着你，对今仔日开始。上帝讲心肝行来嘛身躯边。你嘛水，我嘛水，心内有疼的人上介水。你有感觉恁真正拢真水无？好，上水的人，咱搁做阵来唱《你上水》。轻轻行过青草地，来到小溪边，小鸟芳蝶拢在学落伊。真是非常自由自在，讲天白上自爱，偏偏欺负임是歌手，回应伊的爱，人比鸟鸟搁较珍贵。上帝讲你上水，何必为着小事烦恼？定定想袂开，有准备上莫搁对着你，对今仔日开始。上帝讲心肝行来我身躯边，人比鸟鸟，人比鸟鸟搁较珍贵。上帝讲你上水，何必为着小事烦恼？定定想袂开，有准备上莫搁对着你，对今仔日开始。上帝讲心肝行来我身躯边，上帝讲，上帝讲心肝行来我身躯边，上帝讲，上帝讲心肝行来我身躯边。有遮侪人祝福，恁有感觉家己真正真水无？请坐。今天是我们亲爱的聪轩要就任传道师，今天也有我们许多的兄姐要在众人的面前接受祝福，成为神国儿女。不管你是什么地位，不管你来自何方，在主的爱里，我们都是亲爱的一家人。不免烦恼，你的快乐渐渐要无；嘛免烦恼，你的寂寞孤单无当倚靠。主的保守，主的看顾，主的吩咐，有人在替你祈祷。心是你的祈祷，渐渐开咱的梦，流目屎，伤心泪流，亲像雨水，主感款会当了解你实在的情形，伊的吩咐，别人替你祈祷。有人在替你祈祷，有人在替
是至今作梦，爱记有人在替你祈祷。华语。似乎你祷告，直到力量殆尽，流眼泪如同雨下，终日不停。主关心，而且了解你能忍受多少。他将告诉别人为你祷告，有人在为你祷告，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内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人在替你祈祷。有人在替你祈祷。有人在替你祈祷，有时阵你寂寞孤单，心内是至今作梦，爱记有人在替你祈祷。爱记得有人在替你祈祷。阿门。这是啥人起立？你着知耶和华是上帝，咱是伊创造的，咱也是伊的，咱是伊的百姓，也是伊草场的羊。着用感谢入伊的门，用学乐入伊的院，着感谢伊，学乐伊的名。因为耶和华是好，伊的慈爱到永远，伊的信实到万世代。咱即个是来读使徒圣经来告白咱的信仰。使徒圣经，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小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场彼拉多任内受苦，顶受过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过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名。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共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过活，永远的活命。阿门。咱做伙来祈祷。慈悲听堂的天父，我要感谢你，你拣选阮来做你的囝儿，你的查某囝。你要互阮有迄个福运，伫你的国度来享受你对顶悬来的恩典甲施恩。但爸上帝，阮要知。阮若我靠你，阮就毋惊阮头前所要拄着的患难、的艰苦。阮要将一切拢交代伫主你的手中，你要成做阮的帮衬。但爸上帝，阮今仔日有侪人要来洗礼，来告白信仰。但爸上帝，恳求你，互因会明白，洗礼是一个信仰追求的开始，也互因伫一生中会继续来追求你的真理，来读圣经。来祈祷，来灵修，来更新恁的生命。但爸上帝，阮今仔日有缘要来任命萧崇轩传道，成做传道师。但伊勇敢来
接受你的调命，愿知你的圣神要伫伊的身躯来做工，恳求你，互伊毋但伫灵命，也互伊的身躯拢会勇敢，来认真拍拼，来传主你的福音，来扬赐阮遮的众百姓，恳求你的神来施落稳定，伫伊的身躯又愿来保守伊的家庭，拢会得到主你的看顾甲保守。阮将伊交代伫主你的手中，但阮将今仔日的会完全交代伫主你的手中，恳求你来带领，祈祷感谢，靠主名来求，阿门。真济今仔日是咱要庆祝爸节吼，所以咱要接受有主日学的献诗。大声要幼稚班要唱的是《我的好爸爸》，爸爸我唔甘你。谢天父给我一个家。
一个拍咧，来。爸爸，我唔甘你。这小朋友拍一个拍啊！爸爸我唔甘你。来接续要请主入学国小班，因要唱父亲节主曲，拢总有4条歌夹做1条吼。来，请国小班来出场来。咱爱定定为着这些小朋友来祈祷上帝，因一世人直直咧大汉伫信仰，大汉伫上帝听甲家庭的保守。对细汉伫教会，嘛因到中年到年老，因拢也阁诚啊侪上帝宝贝仔囝。牧师谈到，亲爱兄弟姊妹，大家平安。阮今仔日主日学有要唱一个爸爸节主曲。阮第一条歌是要唱那个这是摇花锁定的日子。今仔日锁定的日子，咱伫遮组织，为着要庆祝爸爸节，吼咱伫遮伫圣殿，伫遮敬拜俄罗咱的上帝。第二条歌，就是阮细汉囡仔要唱歌，俄罗顶悬的阿爸上帝，赏赐地面上的爸爸。爸爸伫阮细汉的时阵，养饲阮，请阮大汉。伫阮的信仰的顶面，伫细汉的时阵，就开始甲阮造就。第三条歌呢？就是阮要感谢阮的爸爸，真辛苦，甲阮栽培，甲阮养育。第四条歌，阮就是要求天顶的阿爸上帝，祝福每一个爸爸拢身体健康，
每一天拢过快乐的生活。但是阮这小朋友总努力，这5个礼拜最认真地练习。但是每一礼拜练习拢是无共人的，嘿，所以今仔日徛伫台顶，你若看你的囝，还是你的孙，伊的喙，还是伊的动作，对袂着，转去，毋好甲伊骂，甲伊鼓励。上要紧就是咱家长爱带即个时间来伫遮互因受造就。安尼，阮唱的歌真简单，我希望大家会当甲阮做伙唱，甲阮拍谱啊。好，多谢来。每一礼拜带你的囝，带你的孙来做礼拜。接续咱来看两位的圣经，伫新约约翰福音十1章
接要经证是要看25节甲26节吼。约翰福音11章25节，耶稣甲伊讲：过活甲活命是在伫我，信我的人虽枉死，也去要活。既然活来信我的人，永远袂死。你信即个嘛？第二位的圣经是希伯来书11章，咱要看第1节甲第2节。希伯来书第11章第1节，信就是所仰望的实在，甲未看见的事的标准。因为伫即个就古早人有得到干净。咱来读今仔日的金句，就是约翰福音11章26节。来，咱台语来读。既然活来信我的人，永远袂死。你信即个嘛？用华语，凡活着信我的人，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以上，即个是要请圣歌队来赞美，因要唱的歌是一步一步。
师要讲的题目是传复活与新生命之道。兄弟大家平安，大家平安。今日真欢喜，伫耶稣基督的名，欢迎所有来参加今日的礼拜。今天很高兴，欢迎大家来做礼拜。人的存在是一个真无奈苦痛的事实。人的存在是非常无奈的事情。咱伫咧盼望每一个人有一个幸福的人生。我们盼望每个人有一个幸福的人生，但是咱迄个幸福，直直得袂到。但是我们一直得不到幸福。咱直直盼望家庭是真温暖，但是真侪人伊一生上大的苦楚是伫家庭的内面。我们很盼望有温暖的家庭，但是我们最痛苦的就是我们的家庭。伫这世间70亿个人口，咱直直咧找一个人，是我会当心所爱，但是一旦甲伊结婚了后，迄个婚姻的生活是真苦楚。我们在70亿的人口，我们一直在找寻一个我最喜欢的，但是当你结婚的人，那个人就让你非常的痛苦。因为咱人定定存在伫一个分离的状态，因为我们常存在一个分离的状态。咱甲上帝、甲生命的造物主分离，我们跟上帝造物主分离，直到咱的生命的存在意义失落去，直到我们的生命意义失去了。咱甲周边的世界定定关系真紧张。我们跟周围的人常常非常的紧张。上帝将这个周边的真多元素带予你，就是要予你幸福。结果咱甲伊的关系真歹。常常神把那个周边的因素带给我们，是要我们幸福，但是结果我们就不好。甚至咱家己甲家己嘛，充满自我的冲突。甚至我们跟自己相处也相处得很不好。因为迄个原因在于一个真要紧的人，定定甲上帝生命的造物主隔出来伫生命外口去。非常重要的原因是我们常常与神隔离。上帝将这个生命予你，将真侪要予你幸福快乐的因素带来予你，但是你甲迄个生命的造物主甲隔离隔掉去了。神把最重要的因素生命赐给你，但是你把最重要的因素隔离掉了。你甲上帝隔掉，但是上帝也搁伫咧呼召你。你把神隔离，但是神的爱一直呼召你。上帝不断地咧呼召，宝贝仔囝，转来，我听你。神不止呼召说：“宝贝儿子，我疼你。”人伫迄个苦痛冲突的中间，定定带伫罪恶，定定带伫自我伤害嘛，伤害别人的状态。我们常在痛苦还是自我伤害的当中，我们都。圣经讲，罪的结果就是死。圣经说，罪的结果就是死。圣经讲，罪的结果就是人定定活伫迄个刑罚的内面，所以你袂快乐，袂幸福。圣经说，我们常常活在刑罚里面，所以我们不会幸福，也不会快乐。伫遮，上帝替咱备办另外一条新的活路。在这里，神为我们预备一条新的活路。人既然家己行袂出来，找袂到迄个幸福，人既然找不到那个幸福，而且哪挣扎，你会哪痛苦。你越挣扎就越痛苦。你甲你身边的人定定要甲瞧好，哪瞧你会发觉问题哪多。你如果一直要瞧身边的人，你会越发现越瞧问题越多。伫遮，上帝替你备办另外一条路。神为你预备了另外一条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伊是上帝的独生囝。他是神的独生子。伊伫世界还未做成以前，这个上帝的独生囝甲上帝就已经存在伫遐。在世界未造以前，我们的耶稣基督已经存在了。上帝互伊道成肉身，踮伫人的中间。神让他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然后，这个道成肉身的耶稣，伊真侪受罪的羊羔。然后，道成肉身的耶稣成为受祭的羊羔。伊替你死，他替我们死。伊替你担起你人生所有的苦痛甲罪恶。他替我们担当人生所有的苦痛与罪恶。你应该受的刑罚，伊替你担起啦。你受的刑罚，他为你担当。所以十字架就伫遮凸显。所以十字架就在这里显现。你我咱的罪，主耶稣基督替咱担起了。我们的罪，耶稣基督为我们担当了。上帝刑罚罪，上帝刑罚罪。但是迄个罪，主耶稣替咱承担。但是那个罪，主耶稣为我们承担了。耶稣对所有的人讲。
耶稣对所有人的说来啊，：“来啊，既然劳苦背重担的，凡劳苦背重担的，拢来就跟我，都来接近我，我要互恁得到安息。我要让你们得安息。因为咱伫咱真遮尔操劳、遮尔困乏的人生，直直咧找袂到安息。我们在痛苦的人生一直找不到安息。耶稣讲：伫我的内面，你要找到真实的安耶稣息。说，在我里面有安息。伫迄个安息，毋是无代志。在安息不是没事情，安息是也佫是真侪风影的中间，但是你的心平静。安息是在风浪当中，你的心还是非常的平静。希伯来书第11章第1节安尼讲：希伯来书11章第1节这样说：什么是信心？什么是信心呢？信就是对所望望的事有把握，信心是对所盼望的事有把握，对看袂见的事会当真肯定，对不能看见的事能肯定，对拄则迄个信仰的陈述，认为你信嘛？对刚刚信仰的陈述，你相信吗？你信讲你的罪，耶稣基督会替你担去嘛？你信你的罪，耶稣基督会为你担当吗？你信你的人生真正甲你的生命定心甲上帝结连了后，你的生命有无共款的发展？你相信嘛？你相信你的生命跟上帝结合以后，你会有不同的生命吗？人生有真多，也佫有真多的冲突，真多无法度通处理的问题。你若会当伫耶稣基督内面安息落来、放落来、放开，你的人生会平静落去。你相信吗？你人生会有很多冲突，但是你只要找到神，在神里面安息，你的问题就解决了。信仰一个真水的是，伫你也佫真冲突不安的人生的中间，对耶稣的脚步，耶稣会甲你慢慢啊带经过迄边。在人生的风浪当中，你只要跟着耶稣的脚步，耶稣会一步一步的带领你。无论伫你的婚姻、伫你的家庭、伫你教育行事的过程的中间，伫你家己的自我的中间，耶稣会一步一步带你行。无论你在你的婚姻、你的人生当中，耶稣都会一步一步带领你走。亲像拄则诗班所献的歌，就像刚刚诗班所献的诗歌，咱的目睭看，伫咧看迄个未来看袂见的情景，我们看不见我们的未来，因为迄个需要信心。因为那需要信心。但是你逐日甲上帝的揪条，但是你每天紧抓住神，每一个人你的情景无共款，每一个人情境不同，你牵条上帝了，主耶稣一步一步带你行。你拉住神，神就一步一步带领你走。耶稣讲：“我就是活到活命。”耶稣说：“我就是复活，就是生命。信我的人虽然死，也阁要活；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仍然要活着。活地来信我的人一定袂死，活着信我的人一定永远不死。因为你信嘛。你信这一切吗？人有一日性命到一个终局，会死面对死亡。人有一天总是要面对死亡，死亡互台湾人真惊，死亡让台湾人非常害怕。但是伫耶稣基督内面，你会看见另外一条新的活路。但是在耶稣基督里，我们会有新的活命。耶稣基督死了，耶稣基督死了，耶稣基督互罪人钉死伫十字架啦。耶稣基督让罪人钉在十字架上。耶稣基督背起你我咱的罪，替咱死了。耶稣基督背负我们的罪，但是伫死的内面无结束，但是在死里面没有结束。伫死的内面伊拍破死，他打破死亡，伫死的内面伊互死无有惊吓，在死里面他让死亡没有惊恐，因为后壁有一个国活，因为后面有复活。就迄个国活，互人有新的愿望。这个复活让人有新的生迄个命。国活是安怎样出现？复活为什么会出现？因为上帝插手了。因为神插手了，上帝插手伫罪人的中间，神插手在罪人当上中，帝插手伫死亡的中间，神插手在死亡当中，死亡变做国活，死亡变成复活，惊吓变做平安。惊恐变成平安。所以你若真正有这款的信仰，所以，如果我们真的有这个信仰，你会唔惊死亡。我们不怕死亡。包括今仔日有人要洗礼，包括今天有人要受洗，在所有要洗礼的人，你要面对一项事，所有要受洗的人，你们要面对一件事情你，要面对家己的死，要面对自己的死亡，互迄个旧的我死，让旧的我死掉，互迄个旧的我的个性死。让老我的个性死掉。对打了后，无搁安尼讲，啊，我的个性都安尼，啊，我的习惯都安尼，无搁迄样事。从今以后不可以说我的个性就是这样，我本来就是这样。因为人伫基督内面爱互伊死，
因为人在基督里面就要让他死。旧的我若死，新的我才有可能搁活。旧的我死了，新的生命出来。因为人若伫基督内面就成做新创造的人。因为人在基督里就是新造的人。上帝插手，互死变做搁活。神插手让死又复活。因为我唔知你已经信主真久，还是洗礼已经几啊冬。各位，我不知道你信主多久了，也不知道你受洗多久了。你有定定的经验，这个互旧的我死的经验无？你有没有常常经验到老我死的经验吗？还是讲洗礼了就全放伊去，老的我佫继续存在？还是受洗以后，你老我自然存在？洗礼了后，若无不断互家己死佫活。受洗以后，如果没有让自己死而复活，洗礼了，若互家己的老的我、过去的我，佫继续咧活。受洗以后，如果让老我还是继续活着，耶稣到时会讲：是嘞，我唔捌你。耶稣到时会说：“对不起，不认识你。”做歹的人离开我吧。作恶的人离开我吧。所以基督徒，咱是逐日拢伫咧经验死佫活，死佫活。所以基督徒是每天都在经验死而复活。今日咱要领受新的传道师的上任。今天我们要领受新传道师的就任。阮做传道的人，一日间要传的，就是这个死甲佫活的信仰。我们一天要传的就是死而复活的信仰。在上帝的手中，这个死甲佫活是水无比的信仰。在神的手中，死而复活是美得无比的。这叫做好的消息。这个叫做好消息。这个叫做福音。这个叫福音。所以，阮伫咧传的，不是咧传教，是咧传福音。我们不是传教，我们是在传福音。伫基督内面，人要安怎甲经验、甲耶稣同死？在基督里面，人如何要以经验与耶稣基督同死？甲耶稣同死，佮甲耶稣同佫活。与耶稣基督同死，也与耶稣基督同样复活。所以，等下伫咧洗礼时，虽然水滴落去，敢若几滴啊。虽然等一下受洗的时候，虽然只有几滴水。迄是一个symbol，是一个记号。那是一个象征，一个记号。迄个水就是属灵的水。那水是属灵的水。已经伫基督内面圣化，变做神圣的水。在祷告里面已经变成圣化了。然后咱借着这个水，奉耶稣基督的名，甲你洗礼，然后你的旧的我就受洗清，变做新创造的人。然后我们奉耶稣基督里面，就把你受洗，然后你变成一个新造的人了。旧的已经过去了。旧的过去了，旧的生命已经过去了。旧的生命过去了。伫洗礼了后，人变做新的创造。在受洗以后变成新的创造。人洗礼了后变做新的生命。人受洗以后变成新的生命。伫这个洗礼了后，人上帝帮助咱，甲咱传往一个新的未来。在受洗以后，神帮助我们把我们带向新的未来。死甲佫活的信仰，甲咱看见新的未来甲祝福。死而复活的信仰，让我们带向未来。你的目睭无搁伫咧看现在，你不只是看现在，现在也佫有真多的苦难。现在还有很多的苦难。你若要行过这个人生的危机，如果走过人生的道路，你袂使目睭直直看现在你不能只下骹看现在，你的目睭要看面顶，你要面对未来，你的目睭要看远你要看远的地方。咱的信仰就是咧连接迄个遥远的未来。我们的信仰就是来连接遥远的未来。这个信的洗礼的过程，要甲你，要带你。经过现在看清看无地上的事，开始要带你看天顶的事。受洗的意义就是让你看不见现在的事，是要看未来天上的事情。所以，迄个过去的你已经死了，说过去的你死了，未来的你是活起来了。未来的你是活了，你已经活伫一个你已经重新来过。你已经重新来过，重新来过。你伫你的人生的中间，一个真宝贝的是，互你有搁一摆机会。在人生当中，给你一次很宝贝的机会。耶稣基督搁一摆，互你有机会。耶稣基督再一次让你有机会。你无搁受罪捆绑。你没有再受罪的捆绑，你无搁受一切这的冲突捆绑，你没有再受一切冲突的捆绑。你欢喜伫佫活的新生命内面，互家己变做一个完全自由的人。你高兴在新生命当中，让自己完全一个成为自由的人。你重新佫甲上帝和好，你重新与神和好，甲迄个生命的源头和好，与生命的源头和好，甲家己内心的世界和好。
与自己内心世界和好，无搁定定活伫自我的冲突的内面，没有常活在自我冲突的里面，然后你甲身边的人会当好好，然后跟身边的人都和好。边的人也搁有真侪问题，旁边的人还有很多问题，因为我家己嘛也搁有真侪问题。因为我自己也有很多问题。我有问题，我才会当掐你有问题。我有问题，我才能够说你有问题。我有问题，才不能说你有问题。我有问题，才袂当讲你有问题，是不是安尼？是，因为我家己都有问题了，他会使讲你有问题。因为我自己有问题，我怎么可以说你有问题？所以定定活伫冲突冤家的人，犯了一个真大的罪恶。所以常常活在冲突里面的人，就活在一个罪恶当中。因为你家己问题了，因为你自己问题很多，但你直直咧找别人的问题，但是你一直找别人的问题，所以谁也不服谁，说谁也不服谁。咱就要在新的基督的内面，我们在新的基督里面，咱转化上帝的心，转化咱。我们转化神的心，直直咧转化我们看见上帝啊，自己。我是一个有罪的人。一直在说我们是自己有罪的人。上帝，我家己都无完全。神啊，我自己就不完全。所以我目睭前的人无完全。我眼前的人，我自己就不完全，所以我嘛无完全，我袂当讲伊。所以我不完全，我不能说你。我只有替伊祈祷，我只能替他祷告。我只有将伊交给上帝。我只能将他祷然后我交给神。甲我家己活好，然后我把自己活我得好。无受伊影响伤深。我没有受他影响我太深。要用听来影我响。还要用爱来影响。这个是一个新的世界观。这是一个新的世界观。所以耶稣互咱的就听上帝。所以耶稣给我们的是要爱神。就要听你家己，要爱人，爱听你身边的人，爱周围的人。这款的听的和谐的关系是进入一个平静的世界。这种爱的和谐关系是进入一个平静的世界。但你要洗礼，你要受洗，还是你已经洗礼了？还是你已经受洗完了？你已经领受这个信息，你已经领受这个讯息，你已经成做一个祭司中间的人，你就成为一个祭司的中间者。你不是一个倒甲平的平信徒，你不是躺在平平的平信徒。做一个定心搁来过的基督徒，不是干那伫咧互人服务，是爱起来服务人。做一个基督徒，不是让人家服务，是要服务别人。每一个人爱创造你生命的价值。我们每一个人要创造我们自己生命的价值。所以入来到教会，我问大家人拢咧敲车，我会当做什么？所以我们进来教会，我们要寻找我能够服侍别人什么。主啊，我会当做什么？主，我能做什么？大家人目睭伫咧看，我会当创什么？每个人眼睛都在看，我可以做什么？洗礼了后的你，受洗后的我，伫咧找我要安怎进入团契？倒一个团契当互我基督徒的生命更较丰富？我们要寻找哪一个团契适合我？洗礼了后的人，唔通家己活。受洗完以后的人，不要只有自己活。一个火炭啦，家己摕边啊，真紧就火去。火炭如果只有一个人，很容易就熄掉。爱到火炭刻入来，伫火炭堆的内面，你的共同直烧热。要炭火要放在一起，才能够共丰富的生命燃烧。袂对天顶家己落落来。丰富的生命不会自己掉下来。丰富的生命，你家己去敲车去创造。丰富的生命要自己去寻找。教会才有各种的团契伫咧欢迎你。教会有各种团契在欢迎你。人人皆祭司，人人皆祭司，人人拢爱找到一个所在服务，人人都要找到一个地方服务，人人定心爱去成做一个传福音的人，人人重新要成为一个传福音的人，因为你已经成做上帝国的使者，因为你成为神国的使者，你不是伫咧宣告，你不是在宣教，你伫咧传扬这个好消息，你在传扬好消息，我的生命定心啦。我的生命重生了。伫耶稣基督的听内面，我甲上帝更好啦。在耶稣基督里，我与神和好了。我甲上帝的关系抓调和谐了，调整和谐了，我甲我家己，我甲边的人的关系嘛变做更加好啦。我跟神的关系好，我跟我自己的关系好，跟人的关系也就好。所以恁若对我行这条路，恁的人生嘛重新来过。所以我们如果跟着神，我们的人生也会重新来过。你只要你若会当做出这个模式，你就是成做一个传福音的人。只要你做出这个模式，你就是一个传福音的人。这个叫做献身的生活。这个叫献身的生活。上帝啊，你这么听我，神啊，你这么爱我，我要安怎回应你的听？我要怎么回应你的爱？我要献我的身躯，我要献我的身体。我无论到对倒位，我要为着你做工。无论到哪里，我要为你做工。这个叫做活活的祭。这个叫活活的祭。我要献我的时间。我要献我的时间。我的时间不是干那拢伫世界的，互世界用。我的时间不是让世界用。我的时间要服务需要的人。我的时间是要服务需要的人。我的时间要成做教会的一个协助者。
我的时间要成为教会的协助者。我的金钱毋是干那为着家己用，嘛要为着所有传福音的事工我的来用。金钱不只为自己用，也要为传福音的事工而用。上帝啊，我是你的。神啊，我是你的。愿你诚，互我诚侪，互人得到福气的平台。愿你让我成为别人的祝福。我要尊主最大，我要尊主为大。我要诚侪别人的祝福。我要成为别人的祝福。这个就是上帝听我。这个就是神爱我。这个是爸爸妈妈听我。这是爸爸妈妈爱我。小朋友当摆来讲，爸爸听我，我要安怎听爸爸，这有一个回应的过程。小朋友说：“爸爸爱我，我如何回应他的爱？”基督徒若知影讲上帝听你，你要安怎回应上帝的听？基督徒如果知道神如何爱你，你要如何回应神的爱？你我咱拢伫咧经历这个回应上帝的听。我们常在经历如何回应神的爱。圣经内面拢伫咧讲耶稣的故事。圣经都在说耶稣基督的故事。耶稣的故事是逐日伊所讲的，逐日伊所做的，后来怎啊变做故事？耶稣基督里面圣经记载是耶稣所行的事情，以后就变成故事。今仔日你我咱所讲的话，咱所做的代志，后摆变做你我咱的故事。今天你我所做的事，就变成你我的故事。所以新生命的人啊，所以新生命的人，你就去传。我们要传。生命改变了，去传给别人。生命改变以后，要传给别人。今仔你的人生变做将来人来讲你的故事。将来人家会说你的故事。咱有啥物互人讲？我们有什么让人家说的？咱要啥物留啥物互咱的子孙？我们要留什么给我们的儿孙？咱的生命经过了，上帝安怎看咱？我们的生命经历过以后，神怎么看我们？圣经讲你有结果子30倍、60倍、100倍无？神说你有没有结果30倍、60倍、100倍吗？还是你这粒种子到尾完了为着你家己活那点？还是你这个种子只为你而活？咱三个来祈祷。我们一起来祷告。上帝，我感谢你。神，我们感谢你，这么听阮，这么爱我们。上帝，我感谢你。神，我们感谢你。在耶稣基督内面，互阮有新的愿望。在耶稣基督里面，让我们有新的盼望。互阮在信的内面，让我们在信的里面有重新开始的机会。有重新开始的机会。死是一个新的愿望，死是一个新的盼望。死带另外一个新的世界，死带向另外一个新的世界。死，互阮看见家己生命的重新过来。死让我们看到我们有新生命。阮感谢主耶稣的听。我感谢主耶稣基督的爱。阮将今仔日这么丰富的日子摆在你的面前。我们将今天这么丰盛的日子摆在你面前。愿你得到阮。愿你得到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阿门。接着要请华语堂来献诗，演献的歌是《每一天我需要你》。这首歌华语堂献给聪轩传道师，愿神的平安与智慧每天与你同在，愿神垂听你的祷告与呼求，在你需要他的每一天。让我坦然无惧来到施恩座前，用心灵诚实寻求你。亲爱的天父，我何等地需要你，需要更多你的同在，在我生命。让我坦然无惧来到施恩座前，用心灵诚实寻求你。亲爱的天父，我何等地需要你，需要更多你的同在，在我生命。每一天
需要你，神灵如雨降临。每一天，我需要你，你话语不干离。每时刻，我需要你，神灵如雨降临。这是我的祷告，愿我生命单单归荣耀给你，耶稣。这是我的呼求，每天都更爱你，永不失去起初爱你的心。这是我的祷告，愿我生命单单归荣耀给你，耶稣。这是我的呼求，每天都更爱你，永不失去起初爱你的心，永不失去起初爱你的心。接下来的任命、洗礼、圣餐甲成年礼，拢要请牧师来主持。这个时咱要来举行咱教会新的传道萧崇宣传道的上任咱真欢喜，上帝予咱新的同工。来直接进入我们的事业。这个时，长老教会，长老教会是一个制度，是一个新的体制，是一个体制。每一个人进入这个体制来宾，要做牧师，要做传道。都要降服在这一个体制的游戏规则跟信仰的规范，所以在这里要受命的人，来接受长老教会这个誓约词，来，这是我要对萧崇宣传道安尼讲，你要领受传道书的职责，你有确信这是上帝的调命啊无？你有接受新约甲旧约的圣经是上帝话做你信仰甲职责唯一的根据啊无？教会的头是耶稣基督，伫教会中独独伊做主。既然关系教会中逐顶好的事，就挖靠伊来说法，你要安尼行啊无？你有接纳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所承认的使徒圣经、尼西亚圣经以及长老教会信仰个别啊无？长老教会是起造伫上帝话设施你以后所信所传所行无照教会法规，你肯降服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宪法规则啊无？来，这个时请所有的弟兄姐妹，我们起立因为这是一个誓约当事人传道做了跟上帝的誓约，信徒也一样现在我用闽南语我想大家人就少看这个字也可以明白。恁有相信说个别耶稣基督做救主、做教会的头啊无？萧崇宣受派做永福教会的传道师，恁有欢喜要接纳伊、敬重伊、疼惜伊、体贴伊、替伊祈祷，甲伊同工兴起上帝的国，煞强极伊，通互伊较会利益伫教会，恁要安尼行啊无？关系保持教会
特殊，彼此若有失错，应该通知社会说法，毋通四过报扬，致到妨害教会大局。恁要要安尼行啊无？咱三角来祈祷。主上帝，阮即个时节，共同伫你的面前做即个誓约。阮教会要听受传道，传道要用伊伫你面前信仰的领袖来分享，互遮的教会真侪培养阮性命甲灵魂真的食物。愿你保守这个圣体，永福教会就是耶稣基督要一起献给上帝的圣体，让这一个圣体是完善的，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我们就是一个身体，是圆圆满满的一个身体。每一个人扮演的角色跟功能不一样，但是我们努力，互阮家己发挥阮伫你面前的受调甲恩惠。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宣告，我奉耶稣基督的名，甲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官兵，设立你萧聪轩做本教会传道师。当你受设立做传道师，就坚持你本身甲你的教示，常常关心伫遮的事，因为安尼行要救你本身甲听你道理的人。阿门。请坐。这个是咱来请咱的台语长老来送吼咱的新的传道一份礼物，好不好？真重，真沉重，但是迄嘛是一个神圣的任务，内面有圣经。有教会的法规甲宪法，有侪做传教者应该爱有的。咱这个时，咱来请创宣传道来甲咱讲几句话，好不好？我想，无论你用台语、华语都可以，我可以当你的翻译吗？亲爱的姊妹，大家平安。大家平安。感谢上帝的带领，感谢上帝的带领，也真多谢大家接纳。谢谢大家接纳我，互我伫永福教会做传道师。让我在这里担任传道师。真侪人真好奇，大家都很好奇。谁让我年纪遮大啊，搁要想要去行牧会路？为什么我这么老了还要做传道？其实人伫生命中有足侪的变化。人在生命旅途当中有许多的变化。毋是咱所会当计划，不是我们自己计划自己要行的路。活到即马，食到这个会，就要去读新人医献身，行献身的路，才到神学院所献身的路。家己嘛想袂到，自己也想不到。30几年前，我因为一摆车祸，30几年前我车祸，差一点无命，差一点失了性命。当迄时我读东海大学。那时候我在东海大学，骑斯古达要转去社头，骑着斯古达要回社头我的家。我伫大肚山的中港路骑落来，在中港路下山，有一个大卡车对我身边驶过，有一部大卡车咻从我身边过去。伊为着要闪车，他为了闪不一车，伊的车尾压着我的机车，他的尾巴闻到了我的机车。因为司机的速度足紧的。车子很快，知影足危险的，很危险，可能会无命。我差一点没了命。我伫心肝内大喊大声喊，心中我大喊：上帝啊，救我！上帝啊，救我！讲煞，我规个人叫弄出去。思念这样子过去，我人就飞走了。我伫涂骹练几啊练。滚了好几圈。斯古达拢总毛做伙。斯古达变成废铁。拢总歹去。废铁。当时现场的看到的人，拢总讲，会当活来是一个记者。现场认为要活命那是奇迹。我迄个时阵，敢若乌青、银血甲老血。想不到那时候我只有黑青。竟然无想到，
骨头甲五脏六腑，重要的部位都安然无恙，实在足奇妙的。真是奇妙。我知影是上帝救我，我知道上帝的手保护才会我，当安然死里逃生。才能够死里逃生。当时我发现我家己还佫活着，当时我认为我自己活着，我做一个回应祈祷。我当时做了一个回应的祷告。上帝啊，这条命是你救的，未来的性命要互你用。上帝啊，这一条命是你救的，未来这一条命要回应你的爱。后来我伫中华基督教病院做关怀师工作，我在彰基做关怀师，拢总有28年的时间。有28年的时间。除了逐工关心患者、替病人祈祷了后，除了关心患者、替病患祷告，佮用听陪伴这些患者，关心这些家庭的需要。用我真诚的爱陪伴这一些家属跟病患。我嘛利用时间在职教育。我自己拨出时间，在忙碌的时间拨出时间，继续到神学院进修。我无放弃会当学习的机会。我没有放弃学习的机会。伫28年中间，28年当中，我捌读过社工，我读过了社会工作，宣教的硕士，宣教硕士。我有2年时间去中华师大进修婚姻甲家庭的治疗。2年到彰师大去进修婚姻与家庭。甲团体咨商，跟整体咨商课程，搁伫病院伫学习 CPE 的课程，又在医院进修 CPE 学商的训练。我即摆想起来，现在回想，拢是上帝对我的幕会装备甲计划。上帝一路装备了我。真侪人拢问我倒位来勇敢。许多人问我，你怎么那么勇敢？其实我嘛毋知。我也不知道。我敢知有一个真强的气力，塞我向前行。只知道背后有一股很强大的力量，一直push我向前走。伫一个月中间有30个人来甲我讲献身的代志。过去一个月有30几个人问我，为什么你献身这件事情？真正足奇妙的。很奇妙。互我不得不面对这项代志。不得不让我面对这一件严肃的事。另外一部分是阮先生过身了后，这9年来看见上帝疼甲眷顾。另外一件事是我先生离开这9年多来，我跟我的家深深体验到上帝的爱跟带领。因为上帝疼，所以互我有勇气来行牧会路。因为上帝的爱让我有勇气走这一条奉献身的路。当时有2则经文的印证，互我做最后的决定。有一段经文做了印证，让我做了这样的回应。以赛亚书第30章20节甲21节。以赛亚书30章29节20节21节。我用华语来念啊哈。华语。主虽然以艰难给你当饼，以困苦给你当水，你的教师却不再隐藏。你眼必看见你的教师，你或向左，或向右，你必听见后边有声音对你说：“这是正路，要行在其间。”以赛亚30章21节讲，主虽然用艰难，互你做饼食；用困苦，互你做水啉。你的教师却袂过稳重，你的目睭要看见你的教师，你就是倒边正边，你要听见后壁有声音讲，这是正路，你爱行伫迄个中间。看到这个经文，我就哭啊！每次读到这一段经文，我就流泪。上帝啊，你知影我的心思意念。上帝啊，你知道我的心思意念。我顺服你，我顺服。更较侪惊吓，拢有上帝引带。再多的惊惶都有你的带领。真正免惊。真正免惊，真的不必惊慌。这是路，就是要勇敢向前行。这一条路，勇敢向前走。 2年后，真正要开始牧会，永远是足惊吓的。 2年后，我的现在我要牧会，也是充满了恐慌。加在我有王牧师。加在我有这一位老兄。以前主持的牧会经验会当学习。他的经历可以成为我的学习。未来牧会要用上帝的话做牧养的原则。未来牧会的路，上帝的话成为我的原则。配合牧师最好的同工。希望在跟王牧师成为好的同工。
我会服务这华语堂甲阮这种团契的事工。我主要的任务是被托付华语堂跟一些团契的陪伴。我期待牧会的道路，我期待牧会的道，会当了解羊群的需要，能够深深明白羊群的需要，会当陪伴关心甲造就训练，能够真正的进入关心跟训练的课程。伫团队的服侍中间，在团队服侍当中，期待每一个人服侍，期待每一个人的服侍，唔通过度负担，不要过度操劳，快乐服侍就好。快快乐乐的服侍。期待咱同齐起做一个有听佮有属灵的家庭。邀请大家跟我一起来用爱来缔造一个充满爱的大家庭。另外一方面，嘛要邀请恁大家甲我斗相共。邀请大家替我祷告。我个性有真侪欠缺甲无够业。个性当中，我有一些欠点。期待恁更较侪包容甲体谅。期待大家用爱来包容我、体谅我。然后做无拄好的所在。不足的地方。也是无适合传道书的角色的所在。不适合传道人的地方。请你私下直接甲我讲。请拜托你私下跟我提醒。唔免甲别人讲。不要在外面世界褒扬。我会乐意学习改变家己。我会努力转化我自己。多谢大家。谢谢。这个是咱准备洗礼。等一下我们会从成人洗礼，成人洗礼完了之后，我们有一个信仰告白。张文正先生，他过去从摩门教受洗，然后今天他要成为跟我们在永福教会成为一家人，所以他做一个信仰的告白。那之后我们有2位小朋友要受洗，所以等一下成人洗礼我们在唱歌的时候，成人洗礼就照着周报里面这个顺序在这里排列。牧师滴完水礼之后，向后再退回你的位置，再退回你的位置 ，OK？ 好，咱这个是咱来吟诗，洗礼诗324首。我做激动袂得提时，照天律法永远着死，再无法度通救家己。耶稣，我来求你。我做激动满心误会，家己努力无法通说，主流报会洗我清气。耶稣，我来求你。来，请咱起立。我做激动袂得。叫地如花，永远着是在无法度通救家己。耶稣，我来求你，求你，我做。来，请坐。
恁几位要洗礼，现在咱伫上帝的面前，伫众人的面前，咱要原来共款做即个誓约。誓约是一个咒詛，就是咱伫上帝甲众人的面前下一个约束。所以这是一世人的约束。我要问恁，请恁来应。恁有信上帝做恁天父天顶的老爸，耶稣基督做恁的救主，圣神做恁的保惠师啊无？啊大声好无？恁有诚实反悔恁的罪，也信靠耶稣基督救赎的功劳啊无？恁着活靠上帝的恩典，尽力服侍伊，一世人行伊的道路，尽信徒的本分。你有决意要安尼行无？好，这个时我请宣教者来伫遮。红雪娇，我用水甲你行洗礼，互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阿门。屈秀兰，我用水甲你行洗礼，互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阿门。屈秀琴，我用水甲你行洗礼，互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阿门。尤诗婷，我用水甲你行洗礼，互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阿门。愿平安的上帝家己，互恁一真正圣。佮愿你的神、你的魂、你的身躯，伫咱的主耶稣基督过来时，拢得到保全，无通嫌。宣告，恁已经受洗来告别恁的信仰。我活靠教会的头，也是大人君，咱的主耶稣基督的名，甲奉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以及永福教会小会官兵接纳恁做陪参会员，有份伫主的道，甲新约的恩典。三甲来祈祷，全能慈悲的上帝，阮感谢你遮尔大的恩惠，互这个圣礼典接入你的今日如比进入你的教会，愿你赐福气伫因，用你神圣的气力降落伫因的顶面，将你的恩典赏赐因，互因连结伫耶稣基督，得到主的充满，永远踮伫你的面前，对试探保护因。互因为精进信仰好的精进，愿你的气力扶持因的软正，保守因安稳伫你的听，搁互因一世人微笑服侍你、跟地你。愿安尼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来，这个时无要紧，我咱要来张文正兄弟的信仰告别。我即句要甲你张文正，伫上帝甲众人的面前要问你：你有信上帝做你的天父，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圣神做你的保惠师啊无？你有诚实反悔你的罪，也信靠耶稣基督救赎的功劳啊无？
你着活靠上帝恩典，尽力服侍伊，一世人行伊的道路，尽信徒的本分。你有决意要安尼行无？宣告。你已经受洗来告别你的信仰。我活靠教会的头，也是大人君，咱的主耶稣基督的名，甲奉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以及永福小会官兵接纳你，做陪参会员，有份伫主的道。三下来祈祷，全能的上帝，阮感谢，伫你的厅内面接纳你的行儿张文静，互有份诚侪永福大家庭的一份子。但愿对他开始，我们努力学习耶稣基督的心做心，耶稣基督的生死命。对伊的脚步直到你的面前，祈祷感谢靠主的名，阿门。OK， 咱这个是迄个相互传喊吗 ？OK， 迄个塑胶纸，伊的好朋友是迄个张妈妈。张爸爸、张妈妈，恁是第几区的？第6区，这我若住伫皇帝长乐因迄个所在张妈妈诚做基督徒，有欢喜啊无？呀，感谢主，毋茫咱迄个互相陪伴。迄个秀兰姐、秀琴姐，因是8姊妹。二姐，伊是老4，伊是老8，老2，就是伫咧牛琴的即个迄个洪水兄的妈妈，洪水兄的妈妈老2、老4、老8 ，OK， 拢是对老7来鼓励老7秀我姐，这是老7，我来徛一下好唔好？老7直咧鼓励伊的姊妹拢爱信主，所以一个吼。即摆过来，咱替秀娥姐祈祷，伊要带伊的翁婿，咱迄个秀兰姐公主今日来无？无吼。OK， 好。即个我想咱即个大家庭，毋茫咱过去真长的时间伫美国，即摆转来伫遮。领受主，思婷有思婷，咱甲拍一个扑克咧好吗？伊这10年来直咧追求，直咧追求，我要洗礼成做基督徒。但是这10年来，今仔日，伊个人伫永福教会成做受洗基督徒，你有欢喜无？哦。OK。多谢牧师新庄话。OK， 因为伊有较特殊，真侪所在无甲接受，但是那秘密静静，所以来到永福教会，牧师请伊读册，伊都读册。牧师请伊，你爱学安静，伊就伫咧控制家己，直安静。伊即马比以前继续会晓进退，真够创电脑。电脑比我继续熬，真认真读属灵的册，真认真制作影片，甲别人相分享信仰。所以咱若看到伊甲握手，握手了后，若感觉无用，你就互别人去无用，知无？伊是活伫一个直着互人拍骂的环境。我嘛甲伊厝内人讲，对当了后，伊是永福教会宝贝仔囝，请厝内人袂当随便骂伊。咱永福教会爱保护每一个上帝的性命。张文静先生，咱教会即几个月，咱有办真侪社区的活动，伊看到咱的社区的遮个节目。真欢喜，因拢对远远的所在，家己爱坐车、坐公车、换车来参加咱周间的活动。即马报名要参加亲密，要参加
迄个慕道班，咱礼拜日、礼拜三这慕道班，伊一步一步要行入来伫永乐教会系统，咱甲拍一个谱啊。呀 ，OK， 即摆来请咱先过遐好无？咱即摆不过来欢迎2个小 baby， 行较过咧，行较过咧哦吼，较过咧哦。还是张老来，咱做一摆，咱即摆先来握手好唔好？来，哈，嘿，来，咱送一个圣经啊，来，摔跤姐，秀兰姐、秀琴姐、诗婷。文静兄，来，即摆张老握手了后，送花的人送者，但是主要的商品后，规个拢了，才要翕相哦吼。好，这个来，咱即摆咱张老咱先来接纳欢迎，上帝叫欢迎，变做一家人，吼，咱拢是上帝厝内的人哦。OK， 上帝祝福。好，来送花的，来送互你厝内的人。OK， 好，来送花。好，送礼物吼。好 ，OK。呀。OK， 咱礼拜刷了后，迄个小会员爱甲所有遮个人翕相，家族甲遮个人翕相哦吼。好，安尼咱先离开，咱佫甲因拍一个谱啊。好，可以回去。可以回去哈，可以回去。好来。OK， 来，咱来请2队的小 baby 来。来，爸爸，2位都来，2位都一起来。以非以凡，这真趣味哦。2位的妈妈用要共名拿姊妹啊呢，对无？哈，迄个佩仪甲佩芬，然后因生的囝。拢是宇宙的宇学弟啊，一个会飞，一个张帆而起。OK， 来这个是要请2队的爸爸妈妈，咱三个我们来做信仰告白，好不好？苏维佩仪、维刚佩芬。恁的细囝要受礼、受洗礼，恁就伫上帝甲众人的面前告别恁的信仰。现在我要问恁：恁有信上帝做恁的天父，耶稣基督做恁的救主，圣神做恁的保惠师啊无？恁就依靠上帝所赏赐的气力，将基督的真理甲信徒的责任来教示你的细囝。
就用祈祷甲好的行为来培养伊，互伊所行伫上帝教会的法度。恁约要安尼行啊无 ？OK， 即句我要用水来甲迄个以凡水礼咱来请思维配仪恁甲以飞出来食好无？来，以飞甲抱起来，爸爸抱好无？嘿，爸爸抱。牧师要为你洗礼啊，嘿，来，来和妈妈抱，来，来 ，OK， 好的，好的，好的。廖以飞，我用水甲你行洗礼，互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阿免。阿公真欢喜哈，好，来，一凡 ，OK。李一凡，我用水甲你行洗礼。互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阿免。宣告，照耶稣基督的命令，这细囝受接纳入伊的圣会，做未备产会员来有份信约的恩典。这细囝的父母甲正会友亲自做见证，也分担责任来培养因直到领献身礼的日子。咱三甲来祈祷。全能的上帝，阮感谢你有保守这个细囝，伊过来因带因的身躯甲灵魂，互因有智慧，年年加添，互上帝甲众人听因。阮求你将天顶的恩典丰丰富富赏赐因，因带因通平安经过做囡仔的时期、青少年的时期。然后到伫因大汉通家己做献身礼，归伫你的名。主阮的上帝，你的圣囝有伫即世间家己生活，求你祝福这个细囝的家庭，互因伫耶稣基督的疼来培养因，直到因成长成人。阮安尼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免。来，咱即个时，咱向后转，好无？即个李以凡、李爸爸、李妈妈，迄个李吼较特别，苗栗的栗，所以恁住伫咧苗栗吗？OK， 这李爸爸吼，李妈妈咱该拍一个炮仔咧吼，以飞，廖爸爸、廖妈妈，阿公阿嬷拢伫遐，这拢通欢喜的代志。愿上帝施恩祝福，哥哥会当做好的模范，咱甲因拍一个炮仔，然后请长老咱来接纳好啊。长老咱嘛三甲来甲因恭喜，代表教会，甲恁祝福，愿上帝施恩祝福什么时候才生宝贝？现在已经这么漂亮健康，上帝赐福哦嘿，妈妈，嗨，加油！来，有要献花无？无哈，有哦。OK， 好，来献花进来。阿嬷呢？来拍一个炮啊，拍一个炮啊！来思维哦 ，good， 好，上帝祝福，好，安尼当得去哈，上帝祝福你们哦，让他们在爱中成长更多的鼓励，更多的相信 ，OK。咱这个时，咱来修圣餐，咱的吟诗
358首，358首，咱干那吟第1节、第2节就好。请咱起立。我打来我主你面前，恭敬虔诚谦卑，爱受圣灵但你命令，按你来效。身体的我休息，你的那里边，信仰的杯，我存就记，行这来效亮你。请坐。当主耶稣基督受卖迄暝，伊有摕饼祝谢，咱照伊的款式，咱三甲来感谢天父的上帝，三甲来祈祷。主耶稣，现在阮照你的命令办设这个宴席。为着要纪念你永远的祭司，替阮死伫祭坛，阮谦卑求你找圣神来圣别阮，也圣别者会摆伫你面前所享受的饼甲葡萄汁，互阮通过接受者的对神有份伫你的身躯甲保护，甲你成做一体。对伫你恩典的帮赞，会通诚做阮属灵的朋友，也会诚做成长伫你的恩典，通荣耀你的圣名。阮安尼祈祷，奉主耶稣的名，阿免。主耶稣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耶稣的身躯完整，为着世人的身躯，为着世人的罪，伊受定。伫十字架，这个时，咱请小会员三甲。耶稣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欢迎。既然伫耶稣基督的名受洗的，咱三甲来领受耶稣基督为着咱准备上帝国的宴席。你若已经伫教会内面受洗的，邀请你三甲来。人啊，伫一生的中间，咱有偌侪代志，咱想要去做，但是咱无法度。咱要靠家己的意志甲决心，咱常常失败。伊爱的好，我常常做袂出来；无爱的歹，我常常去做。直到我常常讨厌我家己。直到我常常活伫自我冲突，嘛甲别人冤家的状况。上帝啊，感谢你今仔日伫耶稣基督的听，伊替我承担我的软弱，我的软弱，伊替我死伫十字架顶，
原本该死的是我，你却伊受鞭拍，我得到医好；伊死，我得到搁活。感谢主的恩典，让我的人生有机会搁来一摆。Renew, reborn。愿上帝互阮常常会当伫这样事，着祈祷，着灵修读圣经，着常常思考，阮是一个蒙恩的人，要安怎过一个有见证的生活？要安怎样跟与这个世界分别？因为我们已经成为一个从世俗当中被分别为圣的一群。愿我们的所思所想，在你面前看为美好。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邀请我们进入你的国度，与你同桌，享受天国的美好。耶稣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就行安尼来纪念我。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我们照着耶稣2000年前所留下的榜样，表明我们在基督里成了完整的一个身体。他在我里面，我也在他里面，我们一起来领受。食了后，伊个耶稣捧杯，安尼讲：这个杯是新约，伫我的肺设立的，既然啉的时，恁就行安尼来纪念我。这个杯就是新约，在基督耶稣的宝血里面所设立的。我们理当这样行，为的是纪念他蒙恩救赎的大爱。咱三个来好塞。这个杯就是新约，伫耶稣基督的宝血所设立的，邀请所有在基督的名下受洗的人，一起有份于他的恩典。何等恩典，何等长阔高深的大爱！耶稣基督，他的死跟复活，拆离了所有隔离的墙，使人跟他自己不再冲突矛盾当中生活，使人跟他周边的亲人邻舍能够彼此相爱，放下所有的仇恨跟不平。人啊，
假如你还继续被仇恨、嫉妒困住，你是在自我伤害。对方还在过他的生活，但是你却被自己的思绪困住了。奉耶稣基督的名斩下所有的一切。圣灵来，他要带给你新的生命，那个新生命就是自由。你已经是一个被释放出来的新生命，不再受苦毒捆绑，不再受嫉妒不平捆绑，成为一个在灵里自由的人。因为这一个新生命是被爱充满的新生命。人生不长，信仰叫我们的是活入爱，活在爱，不要掉入仇恨不平里面，让一切都过去了。今天主耶稣跟你说，一切都过去了，在罪里死了，在苦毒不平里面死了，你已经在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你已经重新活过来了。这就是我们要传扬的信息跟福音。不知什么人无接到无？麦克给我好不好？麦克风给我。这个杯就是新约在耶稣基督的宝血里面设立的，你们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以耶稣基督的名，邀请你跟我一起，我们来享受主的大爱。这一杯表示，在耶稣的宝血里面，他洗净了你所有的罪。他在你的生命里面，你也应该在他的生命里面。葡萄枝若不连结于葡萄树，它就不能做什么。咱三角来祈祷，全心感谢无所不能的上帝，伫你极大的疼痛，互阮有份领受这个圣餐，诚侪阮甲基督耶稣连结做一体，然后耶稣基督甲造物主上帝连结成为一体。然后，阮就诚做一个伫上帝国内面的囝儿。我们有一个应许，就是上帝的儿女有一天要承受上帝的国度。谢谢你，也恳求圣灵在我们当中引导我们的一生的脚步，一步一步直到你面前。我来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这个时，咱要来举行成年礼，我们来请所有这一些18岁的，我们请这一些青年到前面来好吗？今年高中毕业，来，所有的，今年咱当大人的18岁当大人吼，高中毕业希望因会当诚侪咱的欢喜甲祝福。刘心源、黄柏荣、陈嘉玲、柯以文、洪杰汉、黄胜利、戴玉文、
然后咱特别，咱有为着3个有去爬合欢北峰完成挑战的3位杰翰胜利甲玉文准备另外一个茶杯。今日敢若这5个尔哈。OK。好。2, 3, 1, 2, 3。来，咱来看因的爸爸妈妈伫倒位哦嘿。这啥个囝？博荣的爸爸妈妈伫倒位？哈 ，OK。爸爸妈妈带这个囝，听这个囝。互伊食到这个岁，未来是18岁，真紧就80岁，所以你要好好把握你自己，你是我们的光荣 ，OK？ 博荣，这个少年家以前是汉草家真大长，有一透早阮去爬山。我对巴肚甲弄落去，我真正甲弄落去。少年人袂当肥肉遐尼多，开始运动，开始操，伊即马操到你若疼起来吼，最近佫无去咯。原本一桌肉遐大桌，怎缩到一桌一桌，即马小可佫咧放松啊。胜利，黄胜利，胜利的爸爸妈妈伫对，OK， 继续教阮听堂，这个囡仔会当鼓励，这个囡仔会当鼓励，有潜力，这德哥倒菜刀的，语文的爸爸妈妈伫对，语文，信中淑金的。公主，奇怪，信中都无遮尼悬呐。真正这一代一代吼，这是歌界的一代，即摆已经迄个第几代？到伊是第5代啊，第6代？第几代？第五代，第5代基督徒，真侪人1代信，2代兴，3代无名，4代归厝内迄个4代你叫我无用，5代新名归厝经，信仰有真侪人仲直直落去，这到第6代、第5代，请继续保持，OK，迄个这个新言，新言的爸爸妈妈，因拢必伫，因遮拢献身伫主日咯，拢献身伫主日咯，新言咱祝福。一个明亮的一颗心，这个另外一颗心，这个是洪家的碎粒糖丸啊，洪家3宝贝今年昨年毕业 ，OK，咱教会司琴常常需要因，遮尔无用的读册，但是学校无用，教会团契生活佫真正常。咱来为着这个，给因拍一个扑克咧，好无？愿上帝赐福。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多谢你，予阮这些青年会当伫信仰内面的家庭大汉。上帝啊，恳求你继续施恩赐福，让我们的家庭有上帝。真的，我们的家庭是尊主为大的家庭。我们的家庭真的是以基督为首的家庭，然后让父母亲的教育以信仰、以真诚来教导这一些孩子。父母亲真的能够成为儿女的榜样。假如父母亲不是我们的榜样，我们还是要在信仰里面说，我们要把自己做好，
有一天要带领我的父母亲走向上帝所喜悦的道路。上帝啊，他们已经独立了，18岁高中毕业。从今以后，他们要为自己的人生做负责任。愿他们所思所想，愿他们有用智慧来判断，成为一个对的人，做对的事，一生做对的选择。愿圣灵在他们当中，他有你的同在，他有上帝的以马内利的上帝的同行，他的一生是充满未来，充满潜力，充满可歌可喜、可做梦的一个新的人生。愿主听我们的祷告，接纳我们对他们的祝福。还有几位青年没有在这里，我们还是思念他，我们还是要祝福他。上帝啊，与我们同在，特别与他们跟他们的父母亲同在，从今直到永远。阿们。OK， 咱来我那要上联名，好来爬山，来胜利，博龙博哈啊 ，OK， 新言。你没有 ？OK， 杰汉 ，OK， 今仔日语文无来哈 ，OK， 好啊，有要家庭咱爸母咱来送一日花了好唔好？哦，会记爸母伫这个人生是真要紧 ，OK， 啊，你们要敬爱父母亲哈，揽一个啦啊，嘿。要修理，倒去厝内房间修理，哎，踮咧人的面前充满鼓励吼。OK， 好啊，咱等下礼拜三，咱有真侪相爱翕无嘿？哦，等下咱礼拜三，大家人好好伫遮翕一挂相。OK， 好，可以回去了，谢谢。愿你们真的用智慧来做对的选择，减少一生的碰撞跟冲突。接下来要请青少年团体来献诗。
好啊，请创选团队你来头前好唔好？啊，你表演真好，所以我请所有长老来甲伊握一个手来。接下要请华语堂来献诗，因为献的诗是爸爸的话。Hello。父亲节啊，爸爸的叮咛要传承，爸爸的疼惜要感恩，听爸爸的话，你们的幸福人生会有120分。是的，爸爸节要祝福咱所有亲爱的爸爸，逐天日子水，逐天笑眯眯，身体健康，主恩充满，万事拢顺利，安尼好无？情牢不可分，幸福就从现在到永恒。我喜欢拥抱着洋娃娃，听见爸爸对着我说话。孩子，有一天你会长大，这句话你不要忘记它。爸爸说。别理会这世界变得惊人，唯一要确定的就是孝顺。等到你长大后成熟结婚，我的叮咛要记得传承。我会经常问我的爸爸，怎样的感情不会放假？他说我有一天会长大，这句话也不会有变化。爸爸说，你一定要珍惜身边的人，随时要分享，要记得感恩。我和你的感情牢不可分，幸福就从现在到永恒。如今你也已经长大，耳边总听到我说的话。虽然我工作不常在家，这句话却不会改变它。我真说，你一定要珍惜身边的人，随时要分享，要记得感恩。我和你的感情牢不可分，幸福就从现在到永恒。大家一起来，把你的手扬起来。
父亲节快乐！这是来奉献。如果你若是第一摆来，也是也未明白奉献的意义，你会使免奉献咯。请咱起立来吟奉献的诗歌。请坐。这是请牧师来介绍甲报告。请问今仔日有啥物来宾伫咱的中间无？有啥物朋友伫咱的中间无？第一摆来永福教会，请举手一下好唔好 ？OK， 阮欢迎你哦，好无？来，请起立，请贵姓？李。林哈 ，OK， 林先生、林太太，我们欢迎你哦哈。哎，唔知还佫有无？咱了一寡遮的社青，咱遮的朋友，中间会当甲因交陪一下哦哈。OK， 好，祝大家父亲节快乐！愿上帝伫咱的中间，来遮的爸爸，所有的爸爸是包括你的太太开始腹肚内面有你的精子的，哈。来，请这个爸爸，请起立一下好唔好？好，请起立。OK， 请起来哦。咱这个中级开始会将一个礼物送予你。你会当去全年买你所爱的物，愿上帝施恩赐福。你若接到的时，你就坐落去。也未接到的人，请你搁起来哦吼。这是教会所表示李博什么情意重哈？李清情意重。OK， 请咱今仔日了，若无来，咱就无报哦吼，咱无报哦吼。迄个今仔8月份生日，8月份生日，请起立一下好无？名单真多。咱来唱一个咱永福专属的，哦，阮这。来唱一个歌来，祝你生日快乐，也祝你生日快乐，
祝你啊生日啊快乐，祝你啊生日啊快。OK， 拍一个包啊！上帝是阮祝福，互你的年岁若加添，上帝甲人拢能听你，互你的人生哪来哪有意义？咱后礼拜拜六开始，咱有规工的迄个下晡，咱对2点半开始到5点半，咱有要请陈志仁牧师来带咱音乐的礼拜然后你若会当的时，邀请你每一位2点半拜六下晡2点半，拢来参加即个圣乐的礼拜是音乐拜六暗也阁有练习嘛是音乐，后礼拜咱伫礼拜中有唱真侪圣诗会是一个真特别的礼拜。咱的教会望直直创造，互伊变做充满温暖、快乐，定定拢伫咧创新礼拜的教会吼。因为这是宗教改革500周年，望咱的教会直直有换新，咱要经历换新正直的神。教会有真侪的造就的课程，请咱家己看，望你会当来参加。今仔日礼拜煞，请关怀组一区域、一组的中级办公室遐，领你迄区的迄个联络簿，咱即马有一份较简单的联络簿，请长老执事领了后，送去互你迄组的家庭，特别是趁礼拜日，逐个人拢来伫遮，根本面对面分互因，都毋免送到家庭去吼。所以请各组等下中级就会当先去准备。咱咧食饭的时候会当直直分出去吼。迄个彩虹妈妈需要一寡义工，请你若会当请来报名来甲办公室报名，然后咱会去训练请家己看有关的消息。具体交通的中间，咱迄个玉东兄弟已经蒙主温调，伊的个别式伫原来后礼拜六会早起，然后何仁兄的爸爸，伊的骨父的安放嘛伫拜六会早起，所以后礼拜六咱有足侪代志，请咱为着这个家属代祷，愿上帝施阮祝福，咱好好陪伴咱厝内特别年老的人，因完成因人生的受托了后，你成做一个自由的人，开始好好跑走你真充满色彩佮自由的人生。首宗团，咱教会有首宗，你若会晓看豆菜鸡音乐的人，请你来报名，咱还佫欠差不多2位，会当增加，会当佫较好。然后咱的圣经课程已经开始，请咱来报名。特别洗礼了后的人，若会当你报名爱上课吼。洗礼是一拄则师会长老讲，洗礼才第一步若定。咱的少年、青年有要伫8月18到20，甲迪巴恩教会、甲仁爱教会的青年联合去台南嘉义做音乐的训练、敬拜赞美，愿因伫遐会当得到造就。咱的妇女团契，有活动，少年团契有活动，请咱报名参加。台南新安医院有新学的课程伫中期上课，欢迎咱的中级，咱的兄弟会当的时尽量报名受训练。请咱替咱的教会祈祷，请咱3甲5分伫努力过信徒8咱伫咱的周报14遐。基督徒8要紧的生活请咱定定来看望咱会当活出一个真实基督徒的款式，请咱掀开第9页，咱每周一句，咱坐念大语
台语第9页，熬整做家己的家，用端庄互行儿顺服。预备来，熬整做家己的家，用端庄互行儿顺服。搁一摆，熬整做家己的家，用端庄互行儿顺服。咱努力，互咱的家整做，互咱的心思意念整做，因为上帝以爱圣洁。来，咱用华语预备来，好好管理自己的家，使儿女凡事端庄顺服。台语下骹才有一句话讲：有路无厝，有路无厝，迄叫做罗汉骹，无厝当住，踮外口热趖，讲叫做有路无厝。罗汉骹毋望咱的灵魂定睛在上帝，我们就不会成为有路无厝的游民。OK， 以上。礼拜三伫6楼甲8楼有爱餐吼。来，咱来吟所尾面的诗。祝祷了后，咱原来要请小会员甲今仔日的洗礼。甲今仔日的这成年礼咱这有关的，咱爱伫这翕相。OK， 等下咱祝祷了，原来佫做一个食饭的祈祷，离开遮就会当去6楼甲8楼三甲享受爸爸节午餐，真丰富，因为伫遐佫有爱情伫遐，逐个人对你的疼惜吼，哪食饭，哪分享上帝的疼，拢留咧三甲伫6楼甲8楼食饭，上帝祝福你。来，请咱起立来吟我宁愿有耶稣。来，请咱起立来吟尾篇诗。当恁已经得到地上所有耶稣基督予咱的权柄，恁就勇敢壮胆对接出去，活出真正基督徒的权势，所想所做，各种的选择甲判断，正做一个对的人做对的代志，互厝边隔壁看到你，就讲这个基督徒实在是真好。恁就是世间的光，地上的盐。恁是耶稣基督伫地上的代表。恁替永福教会要诚侪你的朋友，请你嘛替永福教会祈祷，互咱共同伫上帝面前诚侪勇壮的军队甲精兵。恁就平安对遮出去。愿三位一体上帝甲你同在，去做台湾这个国度诚侪伊所爱。平安的上帝陪伴你，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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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门。
跌倒。这个时，请这受洗的，无论是大人的圣灵洗礼、小儿的洗礼，当对遮来，咱先做一个食饭的祈祷。村的人你会当开始去8楼甲6楼，咱来祈祷。主上帝，阮感谢，这个是阮已经领受灵性的美牛礼拜已经煞。这个时，阮要到6楼、8楼去食饭，愿意通过桌顶的啉食，互阮身躯得到帮助，互阮精神有力，继续跑走诚侪有见证的基督徒，愿意圣化阮的手所做的，圣化阮所啉食的，感恩祈祷，靠主圣名，阿门。OK， 去6楼、8楼就会当食饭吼。请这受洗的圣灵洗礼，各信仰个别小儿洗礼，请来头前。咱要共同翕相哦。来，请中集家属若要翕相的，等下家属若要翕相的，团体上了拢会当翕相哦嘿。牧师娘，牧师娘，请你来。来哦，来，洗过来咱的伫遐吼。来，咱先翕团体相。来，小会员，请我来。来，小会员进来哦。庄长乐来。来，见证长乐小会员。哎呦，爱冒灰。来，即马小会员翕了，咱就会当个别家庭的人就会当来翕哦嘿。春天里的人我爱准备咯。来，花抹对形情，抹出嘿，对。嘿，小可出安尼。来，徛一摆。小等呢，迄个黄水小等。这个家属家属等下好来，哎呀 ，OK， 来哦。好，谢谢。好来，成年礼走了。好，安尼就家属，那有无？那有紧的来，几个？好来，安尼互家属啊吼，安尼互家属去了。来，家属要翕相的朋友要。